乌卡西南扫台湾，即中南部即礼拜是大雨车通道。嘉义县的朴子市，阁有东石乡是拄则宣布要停班停课。因内台南嘛有真侪所在拢淹水，今仔日嘛已经宣布停班停课。这雨势就要等到后礼拜二才会较长好。 是目前记者所在所在，伫咧永丰的交情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哦，自昨暝到即阵哦，游玩咧上大雨，地势讲哦，遮一群的都已经淹水淹甲足惨重的啊。有民众讲是伫咧北水灾了后啊，佮这已经无淹水啊。地势讲即届淹水淹嘛，感觉吼足无奈的。是咱看到讲即届这水已经淹甲记者的这个大腿遮尔啊悬啊，甚至叫有在车哦，是已经有一个链啊遮尔啊悬。要去上班的民众手牵手做伙撩起牵另外一个同事，本正因要去上班，佮行倒转来，透早台南。 落一场青光雨，地势台南遮严重淹水，永丰期牌水规个满出来，一棍头变大雨，大排水根本抽袂离，都没有办法走路了。差不多60-70公分有啊。60-70公分有啊。哦，嘿嘿。嘛唔爱遮严重。嘿嘿嘿。啊，遮工程吼，拢有机械吼，啊，拢大概整了一个卡。 永丰另外一边嘛足严重，早前昆山科技大学地势街强在咧淹大水，嘛互人讲是昆山水上乐园，政府开真侪钱咧治水，这几冬无淹，这回家奥多拜汽车拢浸咧内底。昆山水上乐园呢，就是有淹水了啦，然后可能是这个里长说，可能是这个国光5街后面那边有一点在做路啦，但是还没有去做确认。 全台南市37个行政区有3分之1个区域拢淹甲足食力，打受到顶回风台吞大甲真严重的结果，这摆个稀累咧，7个区3个里大运流排水系统水嘛拢满出来。风台台厝顶，即嘛是水灾下骹面水灾。因为内水吼雨水太济，一直倒入来阮即个大运流排水，到底遮，已经吼。 这个雨水已经溢入来，溢退啊，就对啊。市区大条路像小东地下道、4位地下道，拢紧急封起来。气象署嘛提醒，要等到后礼拜二，太平洋高压气流增加，西南气流才会离开台湾，民众这阵啊也是要真注意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